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会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，第12卷第39回，朴行女。当朴兴这个所在有一个姓王的，有一个年龄27、8岁的水查某囝。当这地方上有一个土豪哥，孝顺因查某囝孝顺足久啊。有一日啊，这个土豪等到了一个这查某囡仔外出又搁四下无人的机会，就甲抓转来厝内底，想要甲中间啊。毋过这查某囡仔大声喊休，不肯依从。这土豪哥啊，就甲这查某囡仔电死。这土豪哥啊，甲查某囡仔电死了后，用一个大石头拔动伊的身躯顶，甲这尸体弹动这个门外无远的一位亲弟仔当中。这王姓因查某囝失踪了后，一世界找寻，安那都找无。就在无办法，伊打算要放弃的时阵，这天就下大雨。一时阵雷公四那直直做，天顶突然飞下一只大龙，甲这土豪哥的头掠走。过无偌久，好天彩庆出头，这查某囡仔尸体也对这个池仔当中浮起来，这一只手的挂了一个人头。这村仔内的人一看啊，这就是迄个土豪哥的头。官方知影这件代志了，就找这个土豪哥因厝内底的人来问，才知影这状况。这条龙是迄个查某囡仔变化来的吗？啊，若无，较会当安尼呢？真正神奇。